怪被人辭退，被情人騙去，絕望的感情傻到留下耳朵給情人做裝飾的怪客，誰受過他感動，還是覺得驚嚇？苦戀之痛全被抹殺，百病貧困仍然無悔，未曾賣過仍舊畫畫，只是為了呈現世間光明，來叫開心可散發，無視血色蒼白，忘掉過得瀟灑，色彩鮮暖全是自發。你聽過梵高吧？值幾多百？他那人格難否白？求全人人明白看，他有權亂去畫，也許口袋也不止一片空白。畫完無數麥田和向日葵，贏到了後代的收藏研究，無奈有生之年才收得出一個客，無奈那種勾勒，無奈那種筆法，一幅心血才值200。萬人做上萬年難買藝術傑作，從未獲得當時留意，難道人死3年才計得到它價格？難道妥協一劃？難道放棄風格？跟風一下然後爆發。你聽過梵高嗎？值幾多百？只有人格難表白，求全人人明白看，他有權亂去畫，也許口袋也不止一片空白。是這精神病院關起的過客，難活到了不惑，留下了他風格，很想清醒，無奈病發。你聽過梵高嗎？值幾多百？只有人格難表白，求全人人明白看，他有權亂去畫，也許口袋也不止一片空白。顯得世間太蒼